近期，比亚迪又发布了2024款1.2的荣耀版，新款和老款在外观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依旧延续时尚小车的精品路线。荣耀版隶属于海洋网，所以有很多海洋设计美学，整体看起来精致简约美观。1.2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代步，新款在配置上略有提升，比如全系增加了热泵空调，在冬天的续航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，还配备了移动电站功能。在户外可以对外放电使用家用电器，也无愧于荣耀版的名号。价格虽然比秦略高一些，但这辆车是一台纯电动车，考虑到405的续航，这辆车依旧很有性价比。虽然定位的是紧凑型车，但是相比秦要短了不少。整体看起来是一个两厢车的造型，小车有更好的灵活性，虽然车长只有4.2米，但是轴距却达到了2.6米，所以坐在车内并不会觉得非常拥挤，并且这辆车还非常省电，100公里耗电量仅有10度。如果用家庭充电5毛钱来算的话，行驶1公里只需要5分钱，这样的用车成本还不到汽油车的1/10。虽然定位的是入门级车，但是全系都使用了3.0纯电平台，配备更高安全和长寿命的刀片电池。刀片电池是唯一可以通过针刺测试的动力电池。